公司第几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5号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陈怡芝。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咱的友邦陆陆宣布限咱断交，咱外交部是批评中国用钱共拐，小想要打击台湾民主。陈水扁2015年申请保外就医，官司拢停审，最近煞代替查某囝单行付出庭，搁拍赢官司。台湾民主化过程指标人物，前民进党的主席施明德，今仔日透早因为肝癌过身，食到83岁。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总统大选拄煞过，中国就随出out报啊。咱太平洋的友邦陆陆今仔日雄雄宣布限咱断交，转向中国迄边。咱外交部表示，中国为旧年开始就用钱咧甲陆陆拐啊。陆陆也捌甲咱讨钱，想要比看咱和中国想出的钱去较济。咱外交部是谴责中国挑工伫大选结束时变鬼，小想要打击台湾民主。Andai tahu ada kewan, ia biar nang work. Akan buat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南太平洋友邦诺鲁总统亚定15雄雄伫政府官方面册发表全国演讲，宣布甲台湾断交，佮承认中国。诺鲁政府的声明讲，为着人民上界大的利益，根据联合国第2558号决议，转向一中原则，寻求甲中国建立全面外交关系，无要佮承认中华民国是独立的国家。咱外交部嘛随召开记者会，宣布停止甲诺鲁的邦交。基于维护国家的尊严，即日起终止与诺鲁共和国的外交关系。我必须说来得很突然，我接到的讯息是这样：11点45分，他在那边不见我们党，表示他已经心意已定。外交部表示，诺鲁是雄雄甲咱国断交，暗过嘛公开，去年中国都积极接触诺鲁政要，以经济援助有关诺鲁转向。新总统亚定10月上任了后，咱方积极接洽双边各项合作计划。不过诺鲁刷向咱讨真济金额，佮甲台湾甲中国的方案摕来比价，这个金额是远远超过我们一般对邦交国所能提出的，再次证明中国在打压我们，利用金钱外交无所不用其极，他就是放了很多钱进去。对诺鲁的做法，中国外交部虽表示俄罗也欢迎复交。咱外交部谴责中国故意选伫咱大选了后夺取邦交国，是想要打击台湾民主的报复行为。人当地友邦瓜地喇嘛出差的部长吴钊燮，第一时间嘛知影这个邦交变化。即嘛咱国剩12个邦交国，外交部坦白讲，中国也是持续用各种手段打击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强调会密切注意相关的政策发展。总统府表示，对诺鲁做出错误的决定表达强烈的遗憾，并批评北京当局伫选后进行外交打压，是对国际稳定秩序的公然挑战，无度改变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互相无涵盖的事实。教育部指出，目前有52个诺鲁学生伫台湾读册，其中30人有领台湾奖学金，是毋是继续发尊重外交部的决定？我会请相关学校加强对学生囡仔的关怀甲辅导。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大选结束，美国总统拜登有派非官方的代表团来访问，强调要维护台海和平。包括政府国务卿、前国安顾问，还有 AIT 的主席拢有来。今仔日透早，一群人先去函蔡英文总统见面，刷落访问赖清德甲萧美琴，嘛有去拜会国民党甲民众党。15早起9点半，车队开伫总统府，载着伫台湾大选了后的长江14暗来台。美国总统拜登会官方国会代表团，包括前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政府国务卿斯坦伯格甲 AIT 主席罗森伯格。哈德利致辞时先恭贺台湾选举顺利结束，强调美台关系真坚定，也表达希望甲新政府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To convey America's strong support for continued close cooperation across the Taiwan political spectrum. We look forward to continui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new administration, and for common efforts to preserve cross-strait peace
and stability. Our insistence on exclusively peaceful means to address the cross-strait issues, the importance of dialogue, and the avoidance of unilateral efforts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访问团刷落来去民进党党部，甲前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萧美琴会面。赖清德感谢美国对台湾的坚定支持，佮强调家己会伫蔡总统基础上捍卫台海现状。台湾未来，在我和美琴副总统当选人的领导之下，会在蔡英文总统的基础之上，持续的捍卫台海和平稳定。也希望美国能够持续支持台湾，深化台美在各领域的互利合作。并联合民主伙伴，共同确保区域的和平与发展与繁荣。除了去外销，美国访问团也甲国民党、民众党高层会面，伫访台3天的行程，甲政府相关部门、参各界政治领袖接触，就台美各项重要议题甲未来展望深入交换意见。记者综合报道。这届大选，赖清德甲萧美琴伫高雄摕到80万票，高雄立委的部分嘛是第3届白色总暴走。外界咧传市长陈其迈真有可能会去做行政院长，不过陈其迈是已经表明啊，这市长职位也做到任期满。另外，台中市副市长王玉炳选调不分区的立委，有风声讲罗秀燕会找民众党的蔡碧如来接副市长的位。不过蔡碧如表示，伊若去做副市长会影响民众党的动态，所以是已经拒绝的。2024总统甲立委的选举结束，高雄伫这届大选创下赖萧配总统票80万，立委实出3届8胜过海成绩。外界认为是市长陈其迈伫高雄施政得到肯定，反映伫最后的选举结果。副选有讲也将会担任赖政府阁揆侪人赞同的人选。我在这一次竞选连任的时候，我也特别跟所有的市民朋友承诺，再拼4年啊，所以我的任期，那我会做到我任期的最后一天，其他都不是我的考量。你有觉得适合的人选想推荐吗？这个是总统的职权呐。外界关心哪日被选后布局，台中市副市长王玉炳当选国民党不分区立委，外团这届选举失利的民众党立委蔡碧如，有可能会互人请去做副市长。台中市长罗秀燕是讲，市政工作未考虑选举政治，以市民照顾为优先。蔡碧如是回应这个职务对伊来讲压力真大。这个职位是比较政治性的任命，然后那对我来讲可能压力也很大。那我这个是外面的传言，去接这样的一个职务。对整个党内来讲，我觉得可能冲击会比较大，所以这个是我必须要去考虑的。我可能会去婉拒这样的一个职务。我们的市政工作不会考虑选举，也不会考虑政治，完全以市政以及建设以及市民照顾为主。这届国民党伫台中摕到绿色的立委席处，罗秀燕的声望也规个拢起悬，一直互人点名未来有机会接任国民党的党主席，甚至有可能参选2028的总统。对这代志，罗秀燕回应会持续专心市政，但是不是有希望2028甲罗秀燕搭配参选？台北市长周万安表示，大家对政治想多，市政想少，国民党会继续团结、反省并改进。记者综合报道。前总统陈水扁牵涉真济贪污的案件，被判刑20年。煞自2015年开始申请保外就医到今，因为伊讲身体无爽快，无法度出庭，伊的官司嘛拢停审。不过最近陈水扁的查某囝陈幸瑜当咧拍官司，陈水扁煞亲身代替陈幸瑜出庭，甚至是拍赢官司，引起议论。顶礼拜六投票日刚本来是牵互陪去投票的前总统陈水扁，若要决定家己举拐啊行去投票所，结束了面对问题，伊是无讲伤济。今天心情难暖，天气很好，天气很好，跟天气一样。陈水扁进前是涉及真侪项弊案，判刑20年定验，入监了伫2015年，就因为病情恶化，而且有性命危险，所以保外就医个单，连带互伊其他当地审理的案件停审，法务部嘛撤销伊的律师资格。但是这几年，伊身体因查某囝陈幸瑜的起诉诊所开幕的致辞，嘛主持公布节目。最近佫发现讲，做因查某囝陈幸瑜诊所的诉讼代理人，对查某囝和病人的医疗官司，佫斗出庭拍赢官司。这个没有这么详细的规定了，所以我们还在进一步去做一个了解审查。
陈水扁敢无打着红线？中间回应讲，这规范是无规定甲遮尔油，搁爱深入了解。但是法界讲，民事诉讼的代理人无一定爱是律师，只要审判长同意，陈水扁确实是会当去做。该代理人跟本人之间有一定的一个亲属关系，或者有共同生活、共同工作的一个情形，通常来说，审判长会许可来担任诉讼代理人，让诉讼的进行更顺利。那不过这个是限于民事案件，靠陈刑有的诊所是无人接，新闻做好进前无法度知影因的回应，只是陈水扁保外就医，阁会当为着查某囝来写诉状出庭，难免会引起关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铁公司化，有真侪员工是头路，或者是提早退休，地司骹手是无够用。最近台铁北区要请休寒做山工的工读生来倒贴票。3月工会就批评台铁无提早准备好应对人力的问题，佮带头开薪水较少的课。按照台铁是表示，算点钟的或者是工读生，拢是自去年都有的，就无计划。两边都通，然后从4月台下就是往台东的。咱们关是无用得到引导旅客，无偌久这售票口阁发出警示的声音，阁爱较紧过去排队状况，家机器拆开斟酌看内面安怎。结果是有人无细字落钱入去。台铁的站务员最近因为公司化了后出现离退调，真欠人力。有员工讲，亲像大车头的票口原本是配3个人，即马剩1个。现在很多时候其实他们都是1个人而已，没有办法去应付旅客的那个进出这样。他如果有遇到问题的话，他没办法处理。人力缺乏对我的明显影响就是，如果我想休假请假的话，就会被组长、主管就会跟你讲说人力不够。有大部分员工伫社群网站是打招募的信息，包括营运处找休寒的工读生，工作内容是到家收票、引导旅客、走动式的服务，有车站其他指派的任务，再去6点到暗时10点之间排班，时薪是上低基本工资。这是台铁元旦挂牌了第2摆找临时人力，台铁3甲工会批评讲无成重视欠人的问题。会有一个空窗期，是这个1月31号申请优离退的人会全部离开。今年6月以前。我们相关的人员、正式的人力还没到位以前，确实在我们的车长、副站长以及站务人员上面，正式人力我们在工作上的压力也会变大。3甲工会分析讲，目前车长和副站长拢至少欠15%的人力，所以抽调车务员训练了，才对内部来升，会当看到收入来过年的疏运，第一线的压力会真大。对这台铁公司总经理方辉先讲，不管是找实习人员还是工读生，拢是去年台铁局的时代都已经定好的整体招募计划。部分工时大概都不是主要的关键人力部分。那我们的关键人力，我们现在也都陆续的替补啊，所以应该也都不会影响。方辉先讲，目前台铁公司有退离的人数大约是900多个，和预估的差不多。目前虽然有在找临时人力，但是关键基础人力并无欠。对3甲工会发起依法休假的人数，公司嘛继续掌握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来关心苗栗南庄的嘉里山步道，昨有一个60多岁查甫人，家己去爬山，煞昏伫路边，送去病院嘛救无回来。敢是因为天气寒，身体未堪热？这详细死因要给你调查。消防人员将已经无生命迹象的男子用软式担架包起来送落山，不过登山步道相当下，沿路有未少的所在真惊，救援人员每一步拢必须真小心。后面确保的各位要拉好。苗栗县消防局14号中昼接到通报，南庄乡嘉里山西线大约2.7公里处9号庄的位置，有一个大约60多岁的男子倒伫路边。随即出动警义消，大约26个人入山救援。由于登山口行到这，必须要2到3点钟，救援人员真无简单接触到患者，不过已经无生命迹象。南庄第一梯次人员到达现场，发现患者身体冰冷，无生命征象，现场交由员警处理。其他山友表示，这条步道属于真热门的高山，路线嘛相当清楚。而警方初步了解，误信男子是一个人来爬山，不过是毋是因为山区的天气真冷，或者是本身身体有状况，还佫进一步来了解。而医师表示，最近温差真大，50到60岁这个年龄层，要多多来注意身体状况。那你如果发现你胸闷啊、心悸很厉害的时候，或者是发现说，好像就是有点意识模糊啊。或者是那个眼睛视力模糊啊，或者头晕啊，看不太清楚的时候，你要小心，可能已经有一些心脏的功能有在变化。
医师表示，最近受到辐射冷却效应，早起温度拢上冻低，直到无建议家己一个人去爬山，超过50岁这个年龄层，而且有心血管的疾病，必须搁较爱家己准责，若是有无爽快症状就要停止，或者是马上就医。记者苗栗采访报道。在台南的红葱头主要拢种伫北门甲七股，占全台湾9成的产量。即阵当咧采收，有农民反映讲，因为气候影响，即产量甲价效拢真歹。不过农会说讲，产量其实无减，有较少是因为农民管理的方式无共。一头早农民伫咧田里卖咧甲葱头买较紧，加好势了后，通要甲红葱头摕去卖。伫去年过年前后，红葱头当进入产季，毋过有农民讲，近来天气多变化，万年寒，万年热，致使部分地头的红葱头规个打起，产量减真济。毋过北门农会出面补回，目前平均产量参去年相差无介大，因认为主要参各区的土壤有关联。像阮遮1分地加一个千外斤啊，这无够成本。啊，今年产量大概平一年大概减几成？你跟我算？减差一半。每年想要减少啊，袂好。怎么讲？怎啊？啊，要工资贵，啊，物件要好价。北门啦吼，应该产量是甲往年吼这2档啊来应该是差不多的啦。吼啊，咱的肥培管理啊，吼啊，甲咱的管理的方式吼。多多少少拢有原因啦。红葱头主要产地伫咧台南客家、北门甲七股，栽种面积大概900到1000公顷，是全国上大的产地。北门区公所表示，因遐是咸分地带，所以栽出来的红葱头拢较香嘛较咸。为着带动地方产业，公所按算月底要办红葱头文化节活动，互民众体验加葱啊、加白葱头的心情。这个产季吼，来办这个红葱头节吼，咱个现场吼，阮的吼这个咱的民众吼。来体验这个剪红葱头的多这个红葱头的这个特色的料理哦，还有这个一个编织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编织。经过了解，红葱头种落去了后，上紧来等3个月才通采收。农会指出，现初市产地价销大概每台斤20到23块。因讲其实各产地价销无同款，迄是看实际红葱头的大细粒甲品质。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将颁发世界台湾文化奖，包括伫台语出版打拼40年的正月出版社社长林文钦，佮有坚持用台语上课的台教授周婉耀，拢有得奖，肯定因推广台语文的贡献。这些台语文工作者伫各领域有出众的贡献，上台领奖。1月14，世界台湾文化论坛举办世界台湾文化奖颁奖典礼，亲像伫台语出版领域打拼40年的前卫出版社社长林文钦，主办单位颁出版赏予伊，感谢伊的贡献。前卫出版社自开始办道，敢若讲要倒吼，只要前卫出版社若无倒吼。有关台语文的出版，请各位放心，阮会继续做甲讲，阮无法度做。好，感谢各位。另外，自2018年开始，伫台坚持用台语教台湾省的教授周婉耀，课程正受学生的欢迎。主办单位颁予伊历史教育赏。周婉耀表示，伊真毋望会当甲台语的公共话语权救回来。咱免还阁甲即个台语救回来，尤其救回来公共的场所，会当用台语来。讲话尤其咱台湾人上重要场所的事，咱一定爱当听到台语所以咱民间爱阁继续奋斗努力。世界台湾文化奖计共颁12个奖项，包括电台赏、新媒体赏、集团赏等等，就是毋望会当鼓励侪长期推广台语文的人，鼓舞大家伫台语文领域继续打拼。这个主要的意义就是要鼓励过去而且咧做用台语来咧做台语文化。才会草根志工因过去拢是无得到政府的认定，所以大部分拢是用民间的力量来咧推动，所以因做的工作特别辛苦所以咱就是讲用发这个奖金来引起咱社会大众的这个注意。针对国家语言复振的事件，文化部表示，行政院自2022年有决定5年320多亿的预算来推动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文化部嘛有推广台语主流化计划，毋望台语路会当愈行愈开阔。记者卢尚如、张玉瑞、郑俊友台北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咱台湾的友邦瓜地马拉伫当地时间14，本地要办新总统的就职典礼。
因为国会保守派阻挡典礼延期，这就引起新总统的支持者不满，有几百人上街头示威，甲警察起冲突。落尾过长透早，这新总统才正式宣誓就职。关键摕到透明的盾牌，在民众的攻击之下，一直向后壁退。中美洲国家瓜地马拉原本当地14下晡3点，要举办新总统阿里瓦诺的就职典礼，说服国会保守派议员阻挡宣誓仪式。针对阿里瓦诺领导的经济运动党的新议员的组织做激烈的辩论，造成国会延后总统的就职典礼。在场外的阿里瓦诺的支持者一直无听到就职典礼开始，就真袂安心爆发示威，更加警方发生冲突。Estoy manifestando por el derecho de Guatemala, porque mucha corrupción, ya no hay, ya el pueblo está saqueado. Guatemala está en extrema pobreza, necesitamos que haya democracia. 瓜地马拉是台湾的邦交国家之一。去年8月，阶级派候选人阿里瓦诺在总统大选第2年的时阵胜选，说服检察机关讲选举无效，查扣选票。司法部长布拉斯佮指控阿里瓦诺佮伊的政党涉嫌违规注册，对于经济运动党进行调查，甚至是有共党的议员候选人受到袭击死亡。宣誓就职这一天，因为受到保守派议员的阻碍，阿里瓦诺佮智利、哥伦比亚等美洲国家的总统拢伫社群平台 X 面顶发文相挺阿里瓦诺当选，而且做总统的合法性。台湾的外交部嘛发出声明来相挺。瓜地马拉的国会一直到当地暗时6点才恢复正常开会，而且伫接近15个饭点时阵才开始正式宣誓仪式。仪式伫过了15个饭点了后，才顺利完成。Y con toda la alegría, con toda la gente que está aquí presente, darle nuestro apoyo y que estamos muy orgullosos de él. 外国媒体 ABC 新闻报道分析，虽然阿里瓦诺就台想要努力改变国家暂时的状况，不过伊嘛面对真大障碍。政治观察家认为，伊的反贪腐立场对国内真清的利益结构正做真大威胁，未来阁有真侪改革的课题要面对。不过伊最后会当宣誓就职，代表国际社会对伊的支持，甲人民毋望民主，嘛先公布为着国家的民主。公司新闻台是唐平耀。来看冰岛的西南部，去年底火山爆发，这岩浆流去到一个渔村，造成真侪栋徛家厝着火烧。火山爆发清楚岩浆流到格林达维克镇。岩浆流经过一栋厝，和一间厝都火烧起来，部分范围也可通看到岩浆的滚。有几个所在岩浆流过，形成壁唇。其中一个非常远近，这个镇的石河围离无到100公尺。一位专家表示，这摆火山爆发情况真严重，全镇居民拢提了去年22月火山爆发了后，当局去防护工程，这摆有部分发挥作用。They are not finished. We have seen that they are actually providing some protection for the town, so the lava has changed its direction. But then around noon we had a new shock when a fissure opened within the town and there is lava flowing up from that fissure. 提早疏散的居民虽然像政府所讲的，唔免烦恼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不过看到伊早熟悉嘅路点街甲基础设施荒废掉，有人感觉艰苦。 We grew up there. This is so. I miss my Ollie's coffee shop. 公司新闻吴林编译。再来看南美洲巴西大城市里约，礼拜迄一天上大雨，雨水量是1个月量，车路因引起有11个人死亡。另外，哥伦比亚嘛上大雨，引起水崩山，33个人不幸过身。公路比的山坡大面积崩落来，救援人员当咧抢时间救人，希望救出更较侪人命。但看到即马救出来的拢是尸体，家属的心情是愈沉重。 No sé ni qué pensar, estoy aquí preocupado ayudando a buscar en la búsqueda de mis familiares. ¿Cuántos son? 4 personas. ¿Tú viniste desde Quito? Desde Quito, claramente, sí. Yo estaba en Quito. ¿No te importa el peligro? No, no me importa el peligro. Yo lo que necesito es conseguir a mi familia. 哥伦比亚西北部的桥科省，拜六礼拜六的大雨造成造大水，爆发大规模的水崩山，和这条接基布多市和麦德林市的高速公路，和土石规个断条无法度行。当地官员讲，迄当中真侪民众，甲车等下都去附近的民家厝避难，没想到后壁这个避难所嘛，和土石流引起，造成至少33个人死亡，20个人受伤，死者大多数拢是囡仔，目前还有10个人失踪。哥伦比亚总统礼拜亲身到事故的现场关心，下令用1.2
8亿嘅美金救灾中建，民众质疑悲剧哪一直发生。Que no nos sigan teniendo en el olvido, seguimos en el olvido, todos los años pasan cosas como esta, eso no es de una sola vez, el año 镜头转来隔壁的巴西大城里约拜六礼拜同款是落超级大雨，一天内就落1个月的雨量，造成市区大淹水，唔那一运的轨道含车拢淹甲歹去，连病以来面嘛淹甲敢若雨，另外还有点头的损失是有够严重。Tive aqui para trabalhar domingo e chegamos aí, ó, tudo cheio, tudo enchente, tudo transtornado, entendeu? Estamos nesse prejuízo aí, ó. 民众还讲，当年只要一落雨，店家就变作是游泳池，也是湿湖，互因拍拼遮久的物件拢乌有去。这场暴雨伫当地嘛，造成树啊倒去、厝害去，含土石流等等灾情，至少11个人无命。公司新闻张惠美编译。根据国际发展甲救援的非政府组织乐施会调查，2020年以来，全球前5大好野人的财产是家庭杯，煞有要到51个人是自来自散车。全球好野产的侦查是愈来愈严重。乐施会建议讲，当年度拢总爱加扣大公司美金1兆8千亿的税来改善问题。乐施会上新的年度报告点名5大好野人，包括路易斯威登执行长贝尔纳阿诺、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有个性丰富的投资家巴菲特、甲股份创办人艾利森、参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乐施会指出，这5位亿万好野人为2020年以来手中的财富拢总增加到3兆3千亿美金。那其中一个人会有机会伫未来10年内成做人类第一个财产超过1兆美金的好野人。We have the top 5 billionaires. They have doubled their wealth. On the other hand, almost 5 billion people have become poorer. So this is the level of inequality that we are looking at. 乐施会指出，这寡散车人口毋那是经济上的弱势，拄着金融海中新冠病毒疫情、通膨甲战乱，也是直接受害上深的族群。那市况的企业独占，带动好野产差距日渐严重。乐施会估计数十年来，跨国大企业的税关减少1/3，互政府无钱照顾散车人，所以散车问题恐惊会延续超过2个世纪。To have a trillionaire within a decade when we cannot do away with poverty for 200 years is totally unacceptable. And I think it's really a fundamental choice that we need to make. 乐施会伫报告中主张，政府应该限制大企业 CEO 的所得，同时将大财团拆解做较细公司。另外，也爱加定财富税。当年积出1兆8千亿美金照顾散车人，不过今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各大企业甲主要国家领袖焦点有加放伫气候变迁，甲乐施会主张永远是无交集的平行线。公司新闻齐家真编译。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今仔日透早因为肝癌过身，才到83岁。施明德是反对威权的美丽岛政治犯，后来佫发起红衫军运动，要甲陈水扁赶落台。伊一世人坐监超过25冬，是台湾民主化过程的指标人物。施明德的查某囝表示，施明德捍卫精神甲价值会继续生传。接班的人不是说因为我年轻，所以我应该接班。应该谈谈说，我想要带领这个党，带领这个国家往哪里走？发表回忆录，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内容是大大批评民进党。施明德一生拢徛伫执政者的对立面。15透早肝癌过身，享受83岁。施明德因为美丽岛事件，捌3摆以政治犯的身份坐监，2摆互判无期徒刑。曾有前副总统李秀莲嘛才唔甘。离岛世代，我们所有冒险泛滥、怀有历史使命的同志，有很深的革命感情。明德兄，辛苦了。有反权威的政治犯到2006年发起红衫军倒变运动，誓言要伫凯道坐到后边落台。迄当阵是成900万的民众来参加。台湾人民在写历史，各位都是主角，各位都是台湾历史重要的贡献者、缔造者。感谢各位。不过，施明德的心愿并无实现。伊的过身，前总统陈水扁嘛发文悼念伊是一代枭雄。除了倒变，伊的金马铁军论含处理两化问题大一中架构，拢引起较大的关注。大一中架构意在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上
共组一个不完整的国际法人。施明德的2个查某囝发文讲，施明德伫个伊生日即天启程，和出生入史的战友团圆，一生行为精神和价值的永远成长，红叫做是台湾的曼德拉。施明德传奇的一生无得行维权，正式结束。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肝癌阁压起来，透早过身。有医生表示，肝癌早期拢无症头，提醒民众若准腹肚定定会胀会痛，人先接袂落，阁常变瘦，有一款症头就要赶紧去互医生看。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15透早经过厝内人证实，因为肝癌伫台北严重过身，享受83岁。根据卫福部的统计，20年来肝癌是个人10大癌症死亡原因排第1或者是第2名。每年差不多1万人被诊断得了肝癌，也有7000多人因为肝癌过身。早期的肝癌，我们都可以透过像是电烧或者手术或者换肝，积极的治疗，都可以得到非常不错的治疗的效果。研究是到了差不多5年，其实就有一定比例的患者，他就有复发的风险。医生讲，肝病是咱国的国病，盛行率会这么高，主要是跟慢性的 B-C 型肝炎有关系。若是感染到 B-C 型肝炎的病毒，民众会经过一段慢性肝炎的期间，经过几多遍肝炎发作了后，进一步会让肝纤维化，变做肝硬化，搁再慢慢变做癌症，而且肝无痛的神经，到身体无爽快去病检查时阵，定定拢是尾期啊。另外，啉酒也会造成酒精性的肝炎、肝硬化，增加得癌的风险。它是沉默的器官嘛，它不会警告说我哪里出问题啊，所以当它开始有警觉的时候，都会造成这个脏器已经受到这个癌细胞的侵袭到一定的程度。医生提醒讲，若是本身就是慢性 B-C 型肝炎的患者，一定该接受治疗，或者是定期做肝功能加腹肚超音波的检查。因若得到肝癌可能会出现，包括腹肚会胀、会痛，人会夜先食袂落饭，体重变轻、黄疸，脚会水肿，腹肚会积水。若出现相关症状时阵，就要赶紧去看医生，才袂延误治疗。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2024年的总统大选，这届有真侪外国媒体来台湾观察甲报道咱的选举文化，尤其是投票、开票的方式，有外国媒体认为讲是无够进步。不过，嘛有人认为这代表台湾人对投票的态度是真认真，选民嘛会亲身来监督，这是台湾选举值得重视的部分。选务人员甲选票填开，拿化名、拿计票，这是咱台湾人拢正熟的开票作业。一寡外国媒体，亲像美国 CNN、韩国 YTN， 拢指出台湾投票开票拢用人工已经上落伍。但是也有外国内的观选团成员认为，安尼是虽然传统，所以呈现台湾人对投票的谨慎。亲像加拿大的华裔政治评论家龚祖信就表示，开票现场看到定数真公开透明，民众拢会主动来监督防止误上作业，迄种身为选民的骄傲和责任感，互伊印象真深。所有人都在共同监督，所以就保障了台湾的民主。因为毕竟台湾现在是处在跟这个中共的集权抗争的最前线，所以守护台湾的民主是重中之重。因为台湾如果失去了这样的民主的机会的话，那么未来整个全世界都可能会面临威胁。华人观选团当中有120万人订阅的 YouTuber 文昭表示，和美国、加拿大等较老牌的民主国家比起来，台湾的选举文化非常活泼，选举好亲像是全民做伙参与节庆。原底伊在想讲，三党的支持者之间敢会有冲突，不过实际上台湾民众也真理性，对大选的结果普遍拢是平静接受的。给人印象很深刻的是，台湾民众，在这个选举活动中是理性和激情并存啊。就是我在选前之夜看几个政党造势活动的时候，我甚至还一段时间有点担心啊，第二天大家情绪这么激动，会不会投票的时候，发生一些意外啊？但实际上是非常有秩序，而且大选结束以后，第二天一切恢复正常，非常安静啊，这都让人感受到了台湾民主生活已经扎下了根基。文章嘛指出，根据伊的观察，这些老牌民主国家的选民对政治参与的程度愈来愈低，投票率甚至无到5%。不过台湾算有到7%，伊认为民众的参与率这么高实在真难得，是这些民主国家值得学习的部分。记者卢尚如、张玉瑞台北报道。
这总统大选已经煞过啊，网络顶悬煞咧传一段影片，讲有选务人员开票造假。中常会今仔日开记者会驳回，中常会主委李进勇表示，若准法院有认定任何一个选务人员造假，伊和副主委拢会辞职落台。总统大选结束，不过伫网络顶却一直流传那像选举做票的影片，甚至有网红转传。为了消除各界的疑虑，中选会15调集6都的选务人员做回举行记者会，驳回相关的风声。散播错假讯息，攻击选务机关，污蔑全国24万以上的选务工作人员，说他们选举舞弊，说他们作票，这个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痛心。中选会呼吁民众唔通阁攻击选务机关。针对有网红转传这的信息，和民间一直出现中心检票的声音，中选会嘛做出回应。特定网红以捏造的一个方式即可要求验票，那这样的一个验票是于法无据的。中选会强调讲，台湾的民主选举绝对无可能有造票违法的情形，因为选务机关是由无共党派的地方政府合作，佮有完整检票的程序。只要法院认定任何一位选务工作人员，他有违法舞弊作票的情形存在，主委李进勇、副主委陈朝健立刻辞职下台。用乌西帽来挂保证，希望各界相信选务人员。中选会强调讲，针对网红的行为，嘛请民众协助收集相关的事证，交予中选会，转予司法机关依法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未来立法院若绿白三党的席次拢无过半，民众党有摕到8席的不分区立委。2月初1新任立法院长的选举，这民众党可能就是拿力对下的关键。针对立法院正副院长的选举，民众党是提出4大承诺，要求拿力回应。2024次大选结束，民众党政党票得到超过304万票，摕到8席的无分区立委。新国会即马是3党无过半，民众党是关键的少数，也看到2月初1新任立法院长的选举，谁人会当摕到院长的宝座，变数真大。这个未来的朝野之间，那我们会很审慎的来考虑，怎么样用协商的方式，用对话的方式，可以取得更大的共识。一个就是加入在野的监督大联盟，另外一个加入在朝的执政大联盟，那他就是变成执政的一份子。民进党所做的事情，他完全要概括承受。那立法请会，民众党是有决定权。早起8位无分区立委开记者会，说明未来国会议事运作的原则，也表达对立法院正副院长选举的立场，向拿力处可对，要求爱提出4大具体承诺，包括伫第1会期承诺修法建立国会听证调查，承诺第1会期修法强化人事动议权的审查，承诺伫第1会期修法强化立委利益回避规范，并且承诺定期公布相关经费的使用，贯彻公开透明的原则。请2大党有志于国会龙头的人，先清楚的交代你国会改革的蓝图，具体的回答我们所提出来的这4个承诺，你的答案是什么？伊若是不是要求拿力伫咧当时以前爱表态，而且若是无表态，下一步是不是家己提出人选？不过将强调，因为2月初1就要选正副院长，民众党中心立场，改革比为更加重要，希望2大党赶紧回应。记者综合报道。过半个月尾就要过年啊！台北、新北各家人的计程车钱，为2月初5到2月14连假期间，走一逝会加收30块，乡亲就要注意。若好消息是2月初5开始14天，这过年期间又拢未起价。中油表示，旧日过年14天，就算国际油价有起，国内嘛会经调咧未起价。准讲国际有落价，咱都会对咧调降。若过年期间，台北、新北各家人的计程车钱跳表的设定会加收30块，人客照这跳表金额来纳钱就好。若准司机是另外加收钱，民众会使甲检举。疾管署预告，这国内新冠疫情伫过年前1礼拜上严重，提醒大家要爱注意标。
不过，即马所传出讲，去年第9月 Novavax XBB.1.5 疫苗有一寡无合格，要求厂商爱换货。地区有真侪诊所甲病院暂停开放预约 Novavax 疫苗。国内第5波新冠本土疫情升悬，3个月以来，累计超过500例新冠死亡病例，和新冠疫苗出现抢咧做的现象。不过，即马所传出，去年第9月 Novavax XBB.1.5 疫苗大欠货，民众想要做的做袂到，基层诊所预约的名单已经写几啊张啊。因为有预约的民众，所以几乎都一定会打完。然后还有一些民众，他们其实还在我们的预约名单，但是他们苦等无疫苗可使用。唔那诊所欠疫苗，台北荣总台新光电医学中心也陆续伫官网发出公告，即礼拜59起暂停预约注 XBB.1.5 疫苗。对此，疾管署表示 ，Novavax XBB.1.5 疫苗9月46号过期，其中16.5万剂无合格已经要求换货，目前厂商已经补件送回来台，当地食药署进行封检检验，预计拜5放行，上紧后礼拜2就会配送到医疗院所，互民众注疫苗。第2批大概是16.5万剂啦，哈，那我们大概预计大概下周2应该就可以开始配送，哈，那医疗院所应该在这个周末结束之后，陆续就会恢复这个网站上面，可以让民众来上线来预约。疾管署有告，这波疫情下伫1月底2月初达到上高峰，但是确诊上看1.5万人，呼吁符合资格民众赶紧注疫苗。那根据统计 ，XBB 疫苗累计已经注108.2万人次，其中注莫德纳有104.4万人次，注Novavax有3.8万人次。两种手牌拢安全有效，12岁以上民众请选择一种来注。6个月以上91岁儿童是只限注莫德纳 XBB 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寒人吹东北风，甲空气污染物嘛吹来台湾。花莲甲马祖透早空气品质拢是红色提醒，刷落来3天，中南部空气品质预估嘛拢是柑仔色。若这2天北部是反冷搁落雨，拜3温度会小可回升，不过拜6会搁反冷，有一阵冷空气到地。大台北早起落冷磅雨，东北季风增强，北部东北部首先转凉。那水汽是集中伫这方面，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提醒下昼起，宜兰地区也爱注意局部大雨。这一波东北季风会影响到拜2、拜3起气温回升，一直到这礼拜6，方面通过伴随大陆冷气团入南，会搁变天。锋面通过和冷空气不断递补下，变成了这个大陆冷气团的情况。周6的时候的降雨范围会是最大，就是在中部山区、北部东半部这个地方下雨的情况比较大。受东北季风带来境外污染物的影响，马祖地区出现红色空品，云林、马仔寮、梨林透早夜晚到红灯。环境部预测，随着南山雨，中部以北空品有希望渐渐改善，也毋过中南部受到扩散条件无好的影响，所落来3天，有缘会是对敏感族群无健康的柑仔色空品。明天开始，这个东北季风就减弱，会变成偏东风，所以大概还是中南部的地方还是大概都会是橘色提醒等级。另外，后礼拜的天气，国外模式预测冷空气带来的低温会来到个位数的温度，民间有报公司认为，目前初步看来，强度有机会来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等级。敢会达到寒流，也需要搁观察，民众会当把握这礼拜3到拜5回温的好天气。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第一条轻铁环状线高雄轻铁。用10年的时间，这路线总算是接做一个圆。自元旦开始试营运，其实这轻铁咧走的路线有一半拢是承接过去1950年高雄港临港线旧铁路，继续来传承100年的历史。来看台语台的专题报道。专门载回台铁 S204号机关车，2016年最后一班车对高雄港站驶走，选过这条创造高雄经济奇迹的临港线任务告一段落。第一临港线大概是民国56年为咱高雄港这开始尾又经过林仔寮的车站甲咱这个中岛车站甲咱这个前镇车场尾去到高雄站，大概有13公里外
早伫咧1930年，临港线就负责运送军事用品、化工品，营收伫咧1990年来到高峰，一年赚超过3亿6千万。不过好光景并无维持上久。1995年过，临港线附近的石化产业、重工业烧线关厂，货柜的业务也豆豆啊去互高速公路取代，高雄港失落20年。咱台湾的迄个环保的意识啊，已经拢抬头啊，包括港珠啦，迄阵大概旅游什么大家乐啦，所以迄阵台湾规个社会有足大的改变。2001年，捷运局开始研究轻铁的可能性。路线对蛤蟆星出发，经过朴日、梦时代、轻铁机场，再去考虑市区、科工馆、美术馆、高山站。规个环状线电那像过去临港线的放大版，是一个更较大的圆。2024年元旦，轻铁正式试营运，对港区西到市区是用10年，才到路线接做圆。过去是讲，这个铁路的线路是服务者的码头，即马就是讲，这个城市伫发展的时阵，嘛有观光，嘛有商业，用这个更较大的圆甲伊接起来。其实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高雄市的产业的典范移转，所以要大家接起来的，就对永存乌蛇的大家足讨厌的迄种大火车。即摆就转型变做真水的迄个轻轨伊本身就是一个街道家具啊。100年历史的临港线，带领高雄港区的经济发展。100年后交接予轻铁来行，要继续带高雄走向新的未来。记者洪敏珍、毛伟做高雄报道。渔业署的水试所宣布，伫偏湖成功发展出5年海胆活栽技术。即阵试出来的白胆是已经大甲会当上市啊！东部渔业生物研究中心的杨氏箱内，一仔马粪海胆饲8个月成长稳定，已经有一个手掌大，会当上市。研究人员讲，马粪海胆袂当伫高温甲海水过度冲击开死亡，因伫自然环境会附伫海底大石，无互大鹰冲走，才海藻大汉。所以人工养殖就用篮取代，篮的空棚会当互因掠条条，安心食海藻。若伫室内养殖，也会当避开一只互日头照着，也袂互风太小风侵蚀造成环境剧烈变化，大家更较紧更较好。一方面提供稳定的水温，还有这些稳定的食物给它。那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降低外面所带来的这些污染。也毋过一篮的空间大约是10只左右的马粪海胆上适合，一栋海水容量的养殖箱大约只会当饲50只。为着提高渔民的养殖经济，利用室内养殖池的厝顶，会当装设太阳能板，也至佫会当发电提供养殖使用，解出来电，也佫会当卖互台电，增加渔民的收入。这样子的环境之下，它的单位面积是受到限制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想办法去增加它单位面积之内它可以获得的效益。国内食的马粪海胆主要来自偏湖，也毋过天然环境甲过度掠，野怪族群数量减真侪。偏湖已经限制掠，国外进口量增加到140吨，继续真贵。即马成功研发渔电共生的养殖技术，未来会当提供国内市场稳定需求。今年会当基转民间运用，刷落来也要研究海胆甲其他海洋生物共同养殖技术，创造更较侪的海胆养殖经济效益。记者综合报道。要晚年咯，大家人道拢开始准备大摒扫，有袂少人会用鸡毛秤来称囤。中华保盐倒一个绑鸡毛秤的老师傅，但中度已经70桶货。不过做鸡毛秤一家子的时间，拢用手工，每一步拢无凊彩。这几档也开发新造型的鸡毛秤，伫传统的手路创新求变化。倒手垫棉仔线，正手念鸡毛，老师傅陈中路当来做鸡毛秤。伊讲早前年仔节才有咧抬价，鸡毛大部分拢等印刷，当时日子歹过，所以伊的老爸就去捡鸡毛，当来做鸡毛秤卖钱。伊16岁开始缀咧学手艺，一做就是一架子。陈中路做鸡毛秤，佮依照鸡毛分类，当底毛、色水拢真讲究。无你的毛，无加只平毛，佮再来就是阿妈骨毛，佮再来腹肚的毛，这规工四毛，但是分开较好看啦。一般咱咧做吼，
分开做，开个过门这个水啦呢。过去因为鹿港目雕不拉店的出现，带动中华加盟厂的需求，加上加盟厂有起价意识，入厝价带嘛拢会买。所以当时丹中路的加盟厂伫地方同人知，虽讲即阵手工加盟厂稀微，但是做60档的感情，嘛互丹中路唔甘放。这温情真大，咱迄阵无得产，即互咱起价起啊，感情啊，种意义啊。啊！你讲无做，感觉真怪啦。利润歹啦，歹啊都忘减啦，嘿啦，有通做了，做惯是大家拢较属规毛捡来卖阮啦。丹中路表示，做加盟厂已经14人咯，讲歹做感觉真拍算。这几档伊嘛有开课教人白加盟厂以及开发无共造型的加盟厂，伫传统手路中求变化。丹中路用伊的手艺，互加盟厂毋若是摒扫的工具，嘛正做生活中的艺术品。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高雄的防疫指挥中建庙超过1家子，正前刷去到大树区重新起庙。这规间庙是拢用高纸红仔代替彩绘来装它，实在罕得看。庙方表示，虽望高纸红仔了时搁了工，毋过袂遐紧就落漆，希望会当甲传统文化保存落来。加入去防疫指挥灯内底，立体高纸红仔就伫边边，毋留北仙过海，阁有观光孙悟空顶神尊，这是高屏地区真罕见的庙宇文化。另外，庙内面嘛有用高纸小艺术来展，摇伫金庙的故事。庙方表示，高纸红仔代替彩绘，较袂落漆，嘛保存较久。当初建庙是遵照母娘的意思，毋望将传统艺术保留落来。伊讲后，伊起14人的庙，毋捌咧起着庙讲。敢若像迄规个庙，拢就是讲有管规个氛围，就是拢家己的故事甲家己的特色，吼，包括即个教主图，伊讲伊嘛毋捌咧做过安尼。防疫指挥灯主要是建窑伫金庙，原本庙伫洪stra超过1家子，尾仔刷到大树区。经过2年筹备，14总算开庙门，迎接圣将。这间庙阁有特色上经团，毋那上经的刻甲雕，拢是老师家己设计。庙方表示，即马真少庙宇有家己的上经团，拢是外口请的。那一旦我这上经先来规棚出来有一寡经文、一寡经典是你外口拢听袂到的，这经雕经文是拢共款，但是经雕就是我家己去创一寡经雕咧骗互这人会当上互团体。庙方表示，因开1年外时间制作高纸红仔，将母娘的故事用立体方式呈现。因阁有建花道新义甲普渡宫，嘛是南台湾唯一建这2尊神明的庙宇。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墨西哥国会去年有办一场听证会，点出2份讲是伫秘鲁发现的外星人的遗骨，这引起秘鲁政府的质疑。后来秘鲁政府伫机场阁查到遗骨，经过专家的调查，发现这寡遗骨根本都毋是因所讲的外星人。这墨西哥去年顶的嘛真有可能是假。身形细汉大粒头壳，敢若3支镜头啊，看起来真像科幻电影内底的 ET。这两区去年9月，伫墨西哥国会一场听证会展示，好亲像外星木乃伊的遗骸，捌造成国际话题，也引起秘鲁政府甲专家的质疑。无偌久，秘鲁政府搁伫利马机场查到2具，本来要寄去墨西哥，外形也真亲像外星木乃伊的人红啊，搁再引起话题。专家尾仔进行调查，12公布结果，因根本都毋是外星人。No son extraterrestres, no son intraterrestres, no son una nueva especie, no son híbridos, no son nada de esas cosas que dicen este grupo de pseudocientíficos que durante 6 años han estado presentando estos elementos, dispersándolos, presentándolos en el Congreso mexicano. 考古学家是讲，这红仔用人甲动物的骨头组装，再搁用合成加水黏起来，提出去骗人。虽然专家无明确说明调查的2具人红仔，甲墨西哥国会展示的这2具遗骸敢有牵连。不过因也讲，所讲的外星木乃伊拢是骗人的。Lo que hemos presentado acá es ciencia, no es pseudociencia. La conclusión es esta que ustedes están viendo. Esto, en términos simples, es un fraude. 专家批评假科学家用秘鲁的马丘比丘加纳卡斯线假讲有外星人，科学已经踢破这个骗局。但是这个假红仔是谁做的，抑个到底是谁的？检调当进一步的调查。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天气报你知，做为了关心明仔载各地台温度。
北部地区14度到21度。中部地区13度到25度。南部地区13度到26度。东部地区16度到22度。外岛地区11度到21度。搁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